去数个嘅时间，唔做得完成只听嘅任务么？天天天天落雨，讲什么？抱抱小球球，夹着。哇！真变流太久，小不过，哦，难呢。你很酸啊。如果知道哲伟哥怎样会哭，我只要伸出我的右脚，躲躲快闪王，罗乐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来。乡亲朋友啊，俺也已经2-3张也冇见面了哈。对呀，今天唔要重播哦。哎呦，今天限量的哦。限量的哦。哦。你制作单 PV 都安尼中秋节冇错作为特别节目哦。好，今天要有抢到他来跟我来搞，而且还有奖金哦，我跟你讲。半年班哦。对啊。哎，你哈嘎天是腿毛的，没有在小气的。对啊，8月半要吃什么呢？吃那个啊，烤肉。烤肉。会有啊，没吗？没有啦，先屯他个报告来，今日那个节目用我来搞，系啊。根本的咯。对，嘿。根本一个有一个主题，有一个主题。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开始题目。你好，两个问堂。好的。一首歌的时间，一条歌的时间。哎呦，你做得完成呀？跟音符吗？哎呦，你刚刚是在唱歌啊？没错吗？一首歌的时间。哎，呀，冲唔冲了？啊，唔系充电啦，充电可以讲吼，量啥 PK 啊，量啥 PK 啊，跟成功跟人啊，做得得到一只风包。有吗？按用来搞嘞。就要冲一条狗的时间，条啊，姐姐再说你。就是2个人一起。哎，量啥挑他一条狗的时间，因为我那个不通用。啊，一3人完成另外一个任务。哦，那个是输的。输的就冇风包了呀。赢的就有风包。哎，用啥 PK 赢的跟啥就有风包。好，了解啊。譬如讲，还唱狗的罗哥要报吉娜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那我认输。你还忙之后就认输。认输。对呀，这么大牛，哎，你有要给他精神。哎，对，好。是谁会吃宽啊？那你们知道怎么玩了啦？知道。好了，那马上来进行今天精彩的这个节目内容。哦，来哟。好嘞，手机啦。演唱者已经就定位了，好，跳针长们就定位了。你抢啊那个吉娜的狗不一样，你的体育馆啊，内容还蛮改的。体育馆就会你彭世军呢，我演冲什么案件120秒哦，因为你个体育欣赏挑战120文单的皮，啊带到个第7个挑战哈，还有彭世军呢。120秒其实蛮简单的啊，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不会困难吧？好，那就让你们来预测一下，团一下，好，多带啊那个挑战者有办法成功吗？也会失败，对，抢一下的，预估一下来。你还摸他的手，要看一下手相是不是？好来。觉得他会失败的站那一边，觉得他会成功的踢那边啊！哎呦，一般哦，金盆哦，哎，你想到人家都莫乱预测啊，还是光您只能瞧不起人家掐体鬼情商，掐体鬼情商加油！加油！120没有轻易嘞，好不？对啊，再年长的男人都可以，真的。成功的几率，我觉得真的不要乱预测，哎，预测掉也是会被要处罚的哦，他们3个就是同起。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你快呢？
关呢。哎，俺名哥下棋上还输一听周台，听周周的，没问题啦。好，现在游戏开始了哈。来，小康老师，预备起，来。哎呦，声音有声音有。你算成功吧？成功啊！成功，这样算成功吗？赞！对啊，但是有小可的落餐了。对啊，这也算成功吗？不是有周的人哦。哦，周的嘛，周的，差一个情商有没有中的？我为了体恤老人家了，我们算他过关好不好？还有青浦那皮呢，差3秒。来恭喜啊！那恰奇哥先生，恭喜挑战成功了，喝一下风暴呢，大漂亮哦！恭喜恰奇哥先生，好来恭喜！来，加码赛好吗？加码赛好啊，有很高兴好吗？来，加码赛好吗？哪两位？在下面。秋霞欣赏，秋霞欣赏，妹妹啊，秋霞欣赏，秋霞老师，妹妹来。Yuki 过欣赏，来秋霞妹妹，还有狗黑，还有 Selkie 欣赏，去搞出来妹妹啊！来，哎呀，用完毕。两个空用，嘿，没有输哈。前下樣的，冇種比賽吼，看慢人吼白客夾，120就好。哦，做唔得，用白啊藝切啲。我用切的啦，用空用切啦。空用意思用切的。我用8開始吼，8落去吼，人家都開始切，看慢人切開夾，慢人先同個意味帶到人的頭拿當吼，帶起來嘛，好不好？帶起來頭拿當。對。好來，預備，開始。開始。羅哥沒有牙。留意。加油！蛤蟆老師，你會不會太多刀了？他是你的什麼超人嗎？客家真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小心！加油！身體情商會爆哦！身體情商很難。加油！哇，看秋霞妹妹應該是輸了。這馬題前裡白呀？那個他輸得太難看。加油！有！後來，知道我跟蛤蟆老師冇相一樣。對呀。其他槍相位老秋下欣賞帶冇嘅。表示啊，那有老師養啊，對吧？恭喜有老師啊！獎！恭喜！挑戰成功！發紅包！是嗎？有欠了！還要不要再加碼一下？要少出來哦，來，排兩米出來，馬上出來！愛貴人啊！愛貴人米林，提前看抖音。哎呦，你要按抖音了？你也要玩了？對啊，你要玩哦，你是啦啦隊嗎？來，今天是cheerleader的人。對，好，兩位來，我們玩點不一樣的，好不好？不是，美玲有玩過嗎？馬來西亞會打？沒有，你們馬來西亞有柚子嗎？我會弄東西，感覺比較盤呢，兩百會比。
啊，看一楼黑老牛拔出来，把肉拔出来。死定了啦！我也死定了。奶地不卡，奶爸帮牛开门，不会让我进厨房。拔肉，柚子的肉真的很难拔。对，真的民宿千金，吃宽啦哈！来，我们计时开始哈，加油哦！对啊，看你们两个全部拔出来哦。谁拔的这个柚子又漂亮啊，然后又看起来又好吃，好对，不好？谁先拔完这个柚子？漂亮完整那个可以用嘴巴吗？嘴巴哦，这柚子汁，看你怎么拔，你要用哪里拔都可以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好的，来，预备，发生后开始。没有摇，很溜风哎，没有摇，没有摇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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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样就看得出来谁没有在做家事。哎呦，哎，你们有没有洗手啊？你要有洗手啊？哎呦 A few moments later，那些你没事就在家里拔柚子，拔柚子是不是？疫情没有演出啊，哦，那可以了，对，都在家里练习拔柚子。就是练习怎么好了煮饭这样子。好了好了，引后流。 3、2、1。哇哇！米林，哎，也係米林嘅，睇下看下。啊，米林嘅，米林然後執比先生嘅，你先錢攞筆錢嘅，乜嘢啊？對，慢卡到，挨白嘅，而家有一啲係蠻白，哦，還蠻白。一片，但屬土來講，迄件就較夾。誒，跟住卡夾。但看起來好色土來講，兩個都種難食。冇影咁吃了啊！哎呦，加味咧！對啊，阿勇就會閒了去養啦吼。好來，恭喜先姐！來紅包哈！耶！點意，我在臉上。是我們一起的，少女啦。哎呦，可以只會比所以就要用了。對對對，已經冇聲音了。這回合已經結束了哈，我們進行下一回合，來。好啦，挑戰者，演唱者已經就位了哈，挑戰者也就位了哈。挑戰者，你跟思君，有的觀看的嘿，天天跳跳落，點點疊疊樂，他都給他面當了嘛，給他第一周播了哈，就按你的 Silky 欣賞的演唱你給客家講什麼？100秒。哎，你跟思君的用兩這個這麼粗的吸管，把它疊5格在這邊，用倆吸管，用呀，哎，用熬蛋啊咧，熬蛋，穿過去，不用上來，不貼起來啊，皮都吃，貼起來，貼就這樣，還要放電哦。跳一首這個要貼幾個？5粒。我吃到吼，可能會贏。我吃到迄世軍得罪的製作單位，你有胖，你還太 Q 哎！唔好用好冇，難怪還沒加不記得。這個還會墊他的豬頭皮，是不是？我吃寬啦，我們那個觀眾朋友看一下哈。天啊天！然後1哦2 3，大家要看到5嗎？哎呦！做得嗎？做得啊！做得嗎？3個嘞，3個嘞，先關燈。也去本來就拿了天豬頭皮啊，係咪個？冇啦，人家第一周播按摩的啦。哦，電療嗰種啊。天療嗰種啦。來關燈嘞，你個片。你有信心嗎？你有信心嗎？100秒以內呢？100秒啊，輕量啦，輕量。對啊，5個而已。好了，有沒有跳吃了？那你們來預測一下，來團一下，不可能會成功的。世軍有辦法第二個單元養麼？100秒以內，來，你愛後評請選擇，來。哎呦！挺你哦，加油！真是世風日下。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你哦。而且公司都冇看，你要把不可能的任務化為可能。是給你10位8號碼，所以看羅大哥哦。天天講係嘛？第一周播係咪？哦，準備好哦。好了，準備好啊，就要開了。來，吸管拿不以後，準備好了哦。好了，預備，小康老師準備好了哈。好了，預備起。加油，同學！前奏而已，哎呦！加油！
門，將四門，不要了你的個將四門，正開嘅演唱派對，個將四門，你想睇我，個將四門，令人更睇夢嘅個將四門，記住了你。將四門，正氣嘅銀行牌子合將四門，第一場的意外。罗哥贡献菜，你找别人来哈，能叠3个我包个大红包给他。我觉得真的，100秒，莫安改，他已经训练3年半，今天要来比赛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世界第一周播电脸选手。川普大天王不还讲说，他今天一定要挑战世界纪录5颗星。莫安改，安就伊啦，越高就会那旁边天，我养用，我养用啊，不用从硬币引抽动，以为引插，他连用树标都冇办法，用2吸管。身体养对吧？身体欣赏呀，恭喜你啊！保险健康，中国人都拿红包，虽然唱错段了，我还是很认真的。好嘞，好，听说我们佩轩要挑战了。对呀，他连贴都贴好。他很喜欢被电哈。你不止好像喜欢电脸，你其他地方也想电。他需要电，他喜欢被电。我没有电，别的电，你没有电吗？看得出来。啊，好，来，阿磊的佩轩的挑战一下来。佩轩，你跟强，来吃宽那一下哦，有快哦。好来，共用100秒哦。100秒哈，100秒，OK 了吧？好，来哦，有天的哈。好100秒啊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有电吗？还有，我有开。你要玩吗？真的假的？有，真的啦，有电，真的有电呢！哎呦，係咪他小肉嘅而他唔可以夾講？大家都见不得人家好。哪一轮？嘿，我很简单。哎呦，抖，一直抖。加油！哦，佩轩哦，很小心哦，他平衡感很好，很小心哦。但是问题，他还深蹲呢。问题啊，你浪费时间啊。对啊，我要100秒啊，100秒，现在已经大概30秒有了，剩10秒、50秒、 50秒了，已经50秒了。啊，那就剩5，有机会，4，还没有，40秒，50秒，歪掉了。慢慢慢一点，我怕我手一出手他就倒了。急了，你一呼吸他就倒了。呼吸，不要呼吸。还剩一个，慢一点，佩轩加油，加油，慢一点，走过去不小心碰到桌子，快点，为了红包，快点，撑住，我2个红包都给你。加油！成功！唔敢講嘛，唔敢講紅包，你要紅包不給啊？哎，我講盲言呢，我講盲言。我們錄影存證呢，身體欣賞。再多一個紅包給他。男人說話要算數嘛，馬上拿出來，再加碼。哦，還要再加碼，還要加碼，來，你不是要加碼？不是我說別人啊，不是。少奇老師也蠻喜歡化修的。好了，哎，我們再一次給佩軒掌聲鼓勵。厲害！他平衡感哦，他還深蹲。對啊，他超厲害。他剛這樣，佩軒真係他真是身體沒有負擔的人。好了，我們進行下一個。來，抱抱小球球。夾着。
我好害羞。扶一下罗哥。我们推呀，我们推。震撼吧！总算喷出来了。刚那一个单元真的磨高哦，对啊，磨简单哦，真的，佩萱真的很厉害，超厉害，哎呀，还好你长这样，什么意思？没有我的意思说刚好长得可以蹲马步蹲的很好嘞。我可以啊，来做对啦，刚来大批嘞呀！小时候一直做错事被罚半被罚，对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要到单眼，要到内容，哎，我会比上一拜较简单哦。你还管那抱抱小球球？哎，那怎么玩呢？要怎么抱？啊，就两个互相抱一下，把不，冇啦，就迄林冠群，佢冲客家本身100秒，那个挑战者迄李永贤，有点俩100秒底部嘞，老个气球有没有做破？我请到中秋快乐洗澡师，大家给他表演洗澡师的点个当好，哎，就养嘞，哦，跟慢演的丑都给比，洪世群，洪世群，哎，我们制作单位用心良苦，每一个都 Q 你，让你减肥。对呀，你看你多好嘞，多差，萱萱呢，这个还是青春的肉体耶。你想要那个挑战者变那个吉娜姐吗？有没有吉娜姐？我去弄破会不会太容易？对啊。哦，来，先唱视频出来先做。好，好来。哎呦，太这个你用啥滴了吼？滴嘞，准备好了吼。100秒以内。100秒呢？哎呀，不容易。请师呢？那来请我们的这些嘉宾们来，你们先预测一下。你萱会失败还是成功？来，请选择。来，失败，两边。洗澡师，失败。哎呦，好像不一定。萱，你看，给表演啦，给表演啦。萱，你看嘛，给表演啦，给表演。跟表示哦，他这个吃的吼，你瘦了。比较没有力气，尬死硬啊，然后讲全部都跌，我跟你保证，因为运气的问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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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运气的问题啦，那就是他说你运气不好。哦，好嘞，好，希望你汲取这个所有的运气在一身，好不好？中秋快乐，洗澡师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嘞，准备好就来，来了。中秋快乐，洗澡师，哎呦，对吧？2千，3万大江冈山钢铁，这男人真是种折磨。
次都没有放，是不是升起来了？是不是？有啊，确定有吗？有嘛？全部都在弄嘞，快乐的快有嘛？还要确定再玩一？次？好，要再玩一次吗？不要，换人玩。我们再 cue 别人玩一次，不紧张。啊，永就挑战失败。好了，失败你就没有红包了哈。哎，宝宝就要领冠群的了。他已经不想，你们知道你们还在上节目吧？有没有零钱？赶快丢给他们一下。对，我比他们看。哦，思君，而且我觉得还蛮危险的哈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恭喜冠群了！哎，恭喜冠群！成功！哎呀，一定拿红包了啊！好了，谁要加码的？哎呦，这个顶部里面机会难得了哈。谁？啊！哦，战将，哎呦，战将，哎呦，直接来哦！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哈，来哟！好了，我们一起合唱《客家本色》。好来，好热，要贴上去。从山过海吧，我把两千，山忙大表高山钢铁，这行用手指的声音，秋很多哎，快点！加油！时代在进步，上一块给没有了，是非战后充满阴天。猜一个是风天是天他嘎语，行吗？哇塞！有吗？各位同学，有什么话要交代吗？你是哪里受不了？哦，有吗？那个地方哈，还好。看起来很猛，他还助跑嘞，你很认真哎，不能输啊！啊，哦，哎，我帮你也可以哎，哦，你也有功劳，你有功劳。劳等一下要请美玲啊！哎呦好，哇他很猛，嗯，佢真勁動厲害。他是很厲害，唔過你有技巧的啦，对啊，正經要集中。集中，你们的手为什么都放在这里？我跟你說，來共某用，嗯，我覺得羅哥一定要是都列哈。哎呦你覺得誰最適合？哎呦，应该是我吧？女主人不就是我吗？你們知道我们要誰配一对最適合的，对啊，吉娜姐，吉娜姐，你的腿还要用吗？我要回家了，吉娜好姐，了，阿弟啊，我們指過去吉娜姐後面的好，羅哥，然後心宇不要客氣，很棒，很棒，他做我，他很會做。我說他很會做氣球，是啊，嘿，你确定？我確我怎麼定那裡都對嗎？我怎麼都不知道。我会害羞嘞，不是，他不會害羞，我們不會害羞就好了啊，是不是是啊？這樣，我剛剛是這樣，是啊你可，以這樣。不要亂教啊！怎麼要亂教啊？而且你要来捧起我真的害羞，我來了，没有，你要自己 Q 不是，我要放这边了，不行啊！啊不行了，啊，來吃羅哥快不要充場面的啦，好了嗎？好，可以罗谦出动啦，還有1分鐘30秒5顆，简单啦，来，30秒哦，去，計時開始。夹着，哦，正面我好害羞，我真的好害羞，快！五、四、三、哇塞，快点，發現啊！正面，我夹紧，我剛剛打到羅哥臉嘞。没有，摸他臉，来， 1、2、3。
我都在方面站起。留一下罗哥。我很重都不对，心情如何？第一版看到罗哥很害羞，刚刚正面了，哎，我都害羞了嘞。我有点怀孕的感觉。要负责了你。哎呦，太开心了！有点好。我是不是很重，罗哥？人家都是用背对面，啊，你竟然用正面。天哪！这腿很开哎，对啊，像在看奥运哦。体操选手来。完了，我晚上会睡不着了。这集不能给我也会想到你的脸。有防范哦。如果想要脸想要清醒的话，就吉娜来了。可以啊，借你想一下。好，哎呦，那我们就没有成功了。好可惜哦。要再来一次吗？没关系。他应该想直接拿红包了，吃了很辛苦呢，对吗？好了，那给你一个红包。谢谢。好了，这一回合已经结束了啊。那我们换下一个单元。金行开关。来。好，接下来要玩什么？好，俩下就问你的心意咯。这边，挑战两关，摇摇便利贴。我两天心意的演充一条把2条多120秒。你嘅照片呢，就会第4个120秒底部呢，咬下来40種黃色嘅。40種，黃色咧，我看清楚哦。黃色咧，水粉色嘅無酸粉哦。太夸张了吧？黃色咧哦。那紫薇，你要不要先示範幾次看看？来，我試試看。哎，我是怕你連仰卧起坐都做不起來。罗哥，你这样不行，瞧不起他。等一下，心宇坐在你这边，然后拿那个便利贴，你觉得你起得了？我不止40張哦。想看？来，示範啦。要我幫你壓腿嗎？不用，可以嗎？起得來嗎？這個真的哈。要試那個嗎？沒有。要試嗎？先不用，我看你做5個做得起來。可以啦。哦。哎呦，有點微微顫抖，好了，不要浪费体力了，好了，留一點體力。他平常沒事還會去運動呢，要去打拳擊。完了，我就做這5個就好。直接讓那個心宇過關。好了，好，先讓我們來賓先預測。好，團一下。西施裝啊，知道，安尼左尾會癢毛。西施裝好容易吧？我咬西施裝，西施裝 FF 網。老師不要翻過來，你會傷心的。我覺得你們這樣真的。這好像也是看一種人。哎，真的看不起你。對啊，真的看不起你，做給大家看。對啊，你還那麼年輕，你這對不對？你做不起來嗎？不是，我可以，絕對可以，對不對？可以起來。沒問題啊，40個可以哈。來，好了，沒問題。那就要開始了哈。小康老師準備好沒？來，你唱一首來。哦。慢一點，先生，我還沒有衝過啊！哎呀，你個姐就厲害啊！還在前奏，已經有40張了。趙麗欣上加油！而且證明這位老師沒有色嘛。你個嘴就厲害！
奖金吗？啊，还没有预测成功。大飞先生，你拼老命，职位没有要输的。新宇，没有，新宇讲说黄色的都没有了。哦，不要这样讲，我梦神的全部还留的呢，梦神全部没了，对，黄色都没有了。哇，一周厉害哟！刚刚新宇要亲到我了，竟然没有被影响。杜后戏是总还有，哦，他全部是全部是哦，跟你讲，真的是很多张，哦，真的厉害，很厉害，有练功，有练功。哦，刚刚谁看不出啊？我没有，我们这边是动作来的。有啊，全部完容易后面大概有7个人看不起你，对，总真的，共后面也只有7个人，加上乐队的都看不7起你个人都看不起你。没有是这边的，是那边取你，那边是那边的，这边是成功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加码哦，加码来加码，然后把那个便利贴贴在雨欣的脸上，然后你心语啦，新宇的脸上，嘿，然后买了窗狗哎，那中国，我来演，对，这个是什么节目？这节目很自肥耶，老年大轮腿。对，我跟你讲。要给小康老师啦，自肥，哎，小康老师，对，多爱玩，你知道吗？正经，来，我们哎，欢小康老师，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哎，那谁弹琴啊？哎，对，我跟弹琴。后面还有一个哎，哦，小康老师，小康学生，小康学生，听说你在这个疫情当下，这2-3个月也没什么事，跟老婆都一起这边做运动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一样啦，不一样啊，那个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个哪个？那个仰卧起坐哈是这样，对，它跟这个是不一样，它不太一样。挖人操是不是？我在带那这就小 case 啦。对，那我先拿下好了。哦，那这应该难不倒你啊。没问题啊哈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几秒？90秒。3是总数逢生。哎呦，喊切。踢100了，要这么10多年了，你要服务10多年了，踢100起都要。我懂了。好了，今天可以躺着赚了啊！不用靠手了，不用靠手，好嘞，你要靠嘴就好。OK， 90秒，90秒，30张粉红色的哈，对，要先躺好吗？对，你要不要拉筋一下？小康老师，你要注意哦，你成功以后，接下来下一集就是鼓手了。鼓手，我觉得鼓手问题比较没那么大。你可以，就不要拖时间了，赶快躺下。我帮你压脚而已。还是要我来，我搭档帮你压，要不要？你用曲的，哦，来，老师来吗？我要怎样？你讲，你要做仰卧起坐，仰卧起坐会做吗？你不太习惯这个姿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习惯脚开一点。哦，走的，来。好了，预备。在这边，对，他起来才不会撞到。哦，好了，预备。可以这样吗？也不行。还行哦，我要离地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了，计时90秒。好了，预备，起。有一点危险哦。老师不要做效果。90秒，你会不会太慢了？开始抖了。双附件哦，你看吗？我感觉大家快拔河。还起得来吗？有，好像有啊，应该有啊。有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们是全部都当这个制作单位哈，都在整人呐。
他刚刚哈，我跟他咬的时候都是平的，我根本就咬不起来。别人他们前面咬都还会这样，他就帮你这样折一下，我的都是平的，干什么？你以为制作人有对你这么好？对啊，啊，对啊。谁啊你？他刚刚哦，他不利用这一次来整你，那什么时候来整？哦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平常有在做大法事，厉害厉害。他有30张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有30啊，对啊。可是那就不好。他的叫声叫的很犀利。我这个属于那哦，他会虚张声势的人，要有一些奥运选手。我笑到我的，还有力气。哦，好，加上看紧张，买酒，买酒，哎，我要分红包分给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可以老了。师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平常为了我们，跟你活3伏啊，对啊，都没有睡觉在写鼓，对不对？谢谢小强老师，有意。那我呢？你你过关了，你刚过关，为什么又过关了？我刚刚过关，你过关了，过关了哦，这里个挑战成功。难得，下一次好不好？我们还有特别计划，老师再上来玩，尽量不要，不行啊。这边可以发不认，你可以跟出去欣赏处理高。哎呦，其他欣赏处理高。好了，那这一个单元就结束了啊。下一首歌了哈。下一个单元，下一个单元，看什么歌，再麻烦你弹了。哦，好，我现在不太有力气，不想回去了，是不是？再拖一点时间。乐手是很紧张。好了，我们进行下一回合。壮壮小品评，来做你的 Superman， 心中嘅太阳目前有路线，没想爱当你必定你嘅身边。快小姑姑，哦，难呢。你很酸哦。小品评，谁是小品评？小品评在地上，马仔小品评啊，来像我妈来小品评，品评在地上，小在没有。这是什么装扮呢？这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两码意思啊。哎呀，中华案的装扮哦。了解哦，我套头哦，了解有一个令狗，哦，令狗，啊，你蛮高，唔黑啦，唔黑啦。你前面飞妹做的啦，用来飞哥。没做对了。冇啦，正確嘅教法係吼，佢嘅規則嘅絲襪攞嚟套頭，他嘅十位就從煙囪佢嘅 Superman， 80秒嘅時間用佢哋在令狗有冇？你聊攞你嘅天啊，個小品評。用夾嘅令狗，用令狗去講嗰條小品評啊！哎呦，錯，用唔似夾嘅令狗。後猜2板也板。而且你這絲襪聞起來有吉娜的味道，是不是？花輕鬆比較好套。有李楚豪跟密斯。好，哎呦，做得冇？做得咯。準備好吧？準備好。好了，給他誰線？這邊先來預測一下，先拉下來。我看一下，小心哦。這樣別人，好像拍下來哦。來看一下，很香哦，有中意這一位哦。不夠到。哎呦，後猜2板也板，然後前也板。有個肉眼煙嘛？有中意2米哈。好，阿勇 Q 也要來預測一下嘛，哎，你會不會預測一下？全部成功110拍嘞，全部啊！那像哦，8升沒有聽聽哦，8升沒有哦，8升沒有哦，看清楚，給他令狗某親拍哦。美玲剛剛問說，全部嗎？全部，我說應該是全部啊。多看不起你，不是一個，好不好？好，全部哦。好了，準備啊，來了。哎，那我們要閃對，閃一下，以免他的撞到我們。計時開始。來嘍！哎，不能用手啊！
爱嘅心比有加一点，非唔过一走唔厌，就将你行到边爱头前。夜夜嘅要一夜，爱你嘅心一 Q 年要加一点。等你吩咐那一天行到头前。爱做你嘅 Superman， 心中嘅太阳伞。目前有路线，没想爱当你陪在你的身边，爱做你的 Superman， 心中的太阳伞。虽然难办的事情危险，我要来当你陪在你的身边，对你胸膛一贴贴，做你永远的 Superman。要甩啊！管懂开呢，哎，这才是真的 Superman 的精神呢。哎呦哎呦，哦，这很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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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声音。等下，坐着好，OK 吗？各位觀眾朋友，今天你唔乾拳，哎，拿起來。哎呦，可以嗎？光拳周队哈，没问题哈。上大陆吗？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很早點嘛，很早點嘛。不然我坐在這邊陪你好了。來，早點哈。哎，按照製作人這樣有過關嗎？沒有。差一點，差一點。廣播說是趙玉欣上。什麼？我願意跟你一起分享。真的，哎呦，很辛苦哦。辛苦。那只有加一塊是給按的哈，可能快一點。他偏要賺，你賺太高。加碼賽，加碼，看那一個人，你喜歡騎馬啥？用亞龍方式。我很輕啥？你好朋友啊？你騎好朋友啊？來，不要抖。來，思君。他說提供給大家變態口，重心比較穩。哦，哎，真的，真的。哎呦嘞，我剛才就對着你講。周隊啦哈，周隊嘛，你這幾萬歲過嘞？哦，換什麼？檸檬。雷夢。那你絲襪還是用李秋霞老師的嗎？要新野。那再換你來。哇，那借我帶一下。你回看看。周隊嘛，周隊，來。哎呦，這幾隻面都炸彈啦。我講到嘛。唔會哈。佢家要用檸檸檬，係啊，好啦。唔好按勾啦。也不是，他不要那麼高官啊，60秒，半扎就好了，60秒，撞倒8個小平平，那就你贏了，好不好？就來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了，一杯，不要太高。一杯去。加油！一個，多一田，他改一些。三關，哎，厲害嘞！哎，挺厲害嘞！還用腳踢啊？不是，你可以用腳不行。還有一瓶，你看我們糾察隊長，你看。有6關啊，6關。再2瓶，你可以用給他失望。清明。再來一個，加油！聲音哦，很暈啊！不要那麼狗，就是被你叫狗。我突然覺得有點像寶寶爬行，跟條阿爸沒有嘛，在那個鏡頭那樣，這裡，瓜州真的哦，你看新宇的這個絲襪就不一樣，對啊，速度就比較快啊，比較他有沒有？冇漏雨煙啊。哦，他用功。你就過關了啊！恭喜哦！60秒挑戰8個，請收紅包。好，恭喜！那我們進行下一個單元。進行下一個單元。穿小褲褲。我已經就位啦。給他買幾塊糧
哎呦，哦，对呀，吉娜，你又代言内裤了，哎呀，我原汁原味内裤，我拿去卖。哇，做的嘞吼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哎，你个仙呢？我演从散花恋情一般没有，散花恋情，散花恋情一般没有，哎，啊，你个挑战者嘞，就心意给会做两个大夫有冇做松20条，20条，一般没有跟什么做20条哦，20条，应该可以吧？應該做的而家跳嘅氣球嘅方式，速度，對，速度，來看應該可以。我應該是100秒拖20件，我可以。大概40件。好，40件。加碼。哦。那要不然等下你穿完以後，我你幫他拖，你幫他拖，100秒以內我再幫你拖。對，加碼。好啊。哪有人自己加的啦？不行啊，现在连拱都不用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唔怕你先来讲，好，来，大家要先来预测一下了，快你的心意啊，挑战会成功。简单你应该20条100没有，你应该常穿内裤吧？这个每天都穿内裤吧？没问题，来，20条大夫，可以20条。吃了会实拍起个片，成功的起个片。對啦，大家都看好你的。这个很少。邱小心脏吃到有没有实拍啊？因为邱乔老师从来没有在穿内裤的，他没有穿过的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。哎，永就要开始喽，准好备喽，好 ，OK 了，准备好了，来。哎，这个比较性感，那个肉色，还有紫色。20条太多，我看他这样穿，我好累哦。心宇，你蛮会穿内裤的，谁不会穿内裤？我好累哦。你等下就这样穿回家好了。中华比赛讲 C M 也要这样玩的。对呀，好累哦。这是要重点要讨论的吗？重点嘿，金本义嘅心意就挑战实拍嘞。哎呀，实拍啊！结果中华比赛1场赢呀。哎呦哎，邱乔老师很会预测呢，很厉害。所以姜还是老的辣，你看。冇咁簡單啦，開玩笑嘅20條褲嘅100咩我作得起啦，開乜嘅玩笑？真的啦，真的嗎？冇話樣係試看啦，100沒有穿20條啊！太簡單，穿4條就好了，2條一種。沒啦，嘅腳又行得卡起了，冇按用。哎呦，你這樣穿起來覺得腿好短啊！內褲外穿就這樣，不是人人可以。覺得 Superman，真的，還有女超人啊！哦，這個 Superman，哎呦，好了，那按的都慢養，先養對吧？來恭喜仙仙！吃到很难得，我带了这么多内裤来，真的只有心宇一个人。辛苦了，我的 size 就是你的 size。我家裡肚肚冇帶褲嘅，帶轉嚟啦。冇問題。等下就不問啦，哈，你是阿姨。哎呦，很上哦。很容易你會跳山哦，然後風暴哎。
好，哎，谁加马赛？来，谁要挑战？轩轩好了啦，轩轩呐，你仙哦，仙仙，害我现在都叫仙仙。仙仙，你红包赚不够呀？不是，我要看他穿的那么好笑，想说自己，我跟你讲，穿到最后腿会抬不起来，很酸，看到很酸。哦，仙仙，好来，仙仙一上瘾，很满眼。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竞争对手。对呀，迷你哦，看来那个剥柚子的战争还没结束。对，来，好，不用多聊，要我搞。带出不用当吗？不行，你就要穿到最后结束。对，你要这样穿着回家，你要脱只能脱里面的长裤。只脱上面。哦，啊，有就亮啥吼，来比，我有蛮比嘞。哎呀，哎，一杀足15两，15条吼，第四条可能太多，看谁先穿完15。准备好了哈，好了，预备，快点，加油！是不是很难？哦，难呢。你很酸哦。我老天哪！什么？哎，你不要帮他，天线，天线啊，看他怎么弄啊！都跑出来了，加油！哎，大家都鼓励呀，对吗？他是几件了？全部穿完，快点！妈的，到时候就15条了，头小心哦，头小心！加油！美丽想不到我们客家节目也是这么香艳。做这客家节目好辛苦，我也想看吉娜表演。辛苦了，来周正了，吉娜 PK 啊！哎，还是我们轩轩比较快哦！加油！亲民一条，重点都面嘞嘞！加油！哎呦！永先生。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运动量真的是你自己呢？你是什么起了？你都记好，快点来，他们3个，来。你现在才2张吃的问变香呀？他现在才觉得害羞哎，你们3个摆 pose 啦，摆 pose。好来，好摆一下 pose 来，好10连拍，好来，1、2、3。好4、5、6、7、8，手要拿开，3个互动，11、20，好。惩罚吗？我比较想叫他们 WHY，你们就这样穿着了，到节目结束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安勇就要贤挑战成功。哎呦，安妮这贤养了，是吧？哎，贤来，贤来，风暴又带到一张喽！哎，用全部都是 C 模哎，奇怪哦。那有 C 来呀，奇怪哎。C 来做大夫的咁好看，咁有人来看。看你的特夫啊。咁冇有人去看。做生意又拖下來啊。安妮啊。做生意拖下來啊。他是自己出来是怎么的？所以只有你想要来挑战啊？那你找一个人，你找一个人 PK。家下吼，佢鼠眼本日忌飛，人眼關權，關權指名哦。啊，好来，我们现在玩一个穿脱的啊，不是一直穿，不是，嘿，那我先离开。你先做上衣，做上衣要脱下来，嘿，哦，做上衣脱下来，100，哎，做上衣脱下来算100，这摆款买的速图看讲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准备好没？来，个人自己，个人自己选一件内裤，自己选一件喜欢的我的内裤，你可以选大件一点，碎缝色嘞，还有碎缝色哈。小心桌角，小心桌角。好，你桌子可以后退一点。啊，鸟尾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预备，小心声音小。这位先生4，林冠军可能有常在换内裤。为什么？穿脱很快。我想说他平常怎么平常？谁是6？
对不对？啊，天气咧，啥咧？光天气。哦，平手，对不对？你给嘞。怎么一个清明？脱掉！我以为是穿上去，还要脱掉。穿脱算一次啊。对啊，阿勇就会领冠群羊嘛哈。哦，才是。带回家做内裤王领冠军。恭喜冠军得到一个红包。哎，好高，有甜哈，蛮难赚的。他的连大夫就要用带的，秋华欣赏还带欣赏。青熊呢？好了，这个单元结束了，来快下一个单元。今晚还有一个单元。哦，今晚那个比赛的哭哭落泪王。哦，不你给我挑战的很连迷你。几分钟里面还是几秒钟里面？120是没有，人家秋华欣赏会冲击个永情兔子。迷你会挑战2分钟，120没有底部都会丢哈。所以迷你那糖给冲，给丢啊了。你确定这样他有办法哭得出来？我觉得还是看着老师的脸就可以哭了。可以吗？太清啊！大家对于美玲的哭功有没有信心？好，120秒，来计时开始。还没站到位。好，来，先 Q 一下，先 Q 一下。哎呦，你们觉得？我觉得秋华欣赏。哦。看你美玲啊，你觉得她哭不出来？其实觉得哭不出来。还是你觉得她会笑？她笑场是吧？我觉得美玲应该哭得出来。啊，是哦。我觉得她都在提那片哭得出来。心宇，你一个人要站在失败区就对了。你可以。哦。好哦，美玲，冷吃宽啊。因为心宇自己有演过戏，他认为哭戏真的不玩简单。对啊，尤其又秋霞老师在旁边冲国伟，那是一个。没喊他后给我吗？秋华欣赏不要唱得太认真。我等下可以这样吗？蹲着吗？不能哦，英国州的吧。好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好。不用快吧？慢慢来，佩萱慢慢来。哎，这样好适合你哦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龙家粉墨登场。前男友，哎，前女友，想一下自己的前男友怎么样凌虐你，抛弃你，哎呦，真的哭了。太快了吧！前奏都还没结束。不止还蛮女阿伦好说。什么？你不爱他，因为我要红包，你要红包，是啊。以后找哭泣记得找我。没事，我可以3秒落泪。哦，哎呦，挑战，哎，迷你挑战成功。红包包在里面，好吧，蛮好了。哦，恭喜迷你。太强了啦！本来想好好的糖力就啊，结果就叫叫的啊，係啊，冲还忙就是没有。你知嘛？高峰啊，一跳高都忙冲。这张冲出来就叫嘞。小华先生啊，电难叫。是这个人电到厉害呢，你知嘛？高峰呢呀。那好一直会糖后的啦，真的。哎，那谁要加码来？失败区的是不是要挑战？这么瞧不起人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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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都你害的。那醒常要再唱一哎，遍吗？我知道邢毅他有一点像无血无泪那种人啊。冇嘛会给我感觉吼。真的吗？这比欣赏不公平啊！咋比欣赏太不会丢嘞？他打巴都懂前奏一下有没有？错啊！他可能唱嗨嘿打下去他就哭了。对啊，叫佩璇唱容颜。哦，就可能哭不出来。不是，他会哭更伤心。他想说怎么把我歌唱这么难听？哎，这也是一种另类的刺激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挑战这个。冇用啥？你们两个那么熟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要看着对方哦。看着对方。如果看着对方，然后还哭得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厉害。老师，你不可以酝酿啊！你眼眶有泪。我没有，我刚刚是被那个秋霞老师感动。他是就年嘎跟木子啦，木 U。没有，计时1分钟了，好不好？1分钟。如果在1分钟之内看谁先掉泪，赢的就有红包，好吗？来，小强老师。1分钟的时间。好，来1分钟计时开始。我知道哲伟哥怎样会哭，我只要伸出我的右脚。输气就给来得嘛，好厉害哦！老师要触动了吗？你该好好厉害哦！你这个没血没泪的人，你有吗？你那个不是啦，他刚刚还虚张声势嘞，啊，你那个假的吧？挤出来，挤出来了，诈骗心脏。哎呦，心你看我跟你讲，年纪越大哈，越容易流泪，感触越多。那我是年纪很大，对，你是从小受尽沧桑，你有老灵魂。对，好，而且这个单元算成功哦。哲伟赢呢，想到什么？你想到什么？中秋佳节你这样在哭这样？倍思亲啊！老师冲了正言动，哦，老师感动到，你正言感动到，哇，真的哦。那老师也要给你一个红包，电流神电多亮，电多亮，来，谢谢，好厉害，对啊，刚刚那些内裤你可以带回家。通常老师已经下定，已经下定了，对，他下订单了，刚刚有讲我离婚啊，嘿，最近当兼大夫的，清楚。你这那个混那个内裤节，那个是 L 哎，内裤节跳枪枪哎呀。你讲哪个肉手？他他讲唔出事，佢係 double XL。好了，好，这个单元结束了。下一个单元呢？红红迷唇姐，刚刚大家哭得这么难过，哎呀，马上就要看大家崩坏，大家提前崩坏啊，提前没关系，他也常常崩坏啦。其实没有偶包啦，也俩一关呢挑战者，给我用告呢？你的车去过新山的关注吼，给我验充3个字90秒，提前就会涂口红啦吼，用俩给个嘴啊，下得俩不用在当中，下去去个秒，强秒还没，用嘴前秒，用给嘴唇，嘴唇，把俩口风，对呀，把俩当不要难的地方，按用下2秒，眼直啊，要抹很简单哦，你要管好给剃管就抹高，用蛮高，迷唇姐是像。吉娜这样子，用车啊，吉娜姐用车用车的哈。好了，预备。还有没有预测？
好，预测一下，预测一测，团一哈，你有没有信心？佩萱有你有没有信心？你有没有信心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没玩过。哎，来测你的都不尊重，哎，你们没有尊重老师，很不尊重老师。老师，你会成功吧？係會成功，我要成功哦。你旁邊衝過一點點啊，佩萱是运动女战将我哎，吃了披萨有可能会成功， T 恤他没有偶包的人，对啊，而且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，轻标嘞。很认真。我们这板子还要回收用，你小心点用。对，这个是从那个餐厅人家餐厅借来的隔板。这他会反赢的呀。小对，好，大家站定位了。哎呦，来哦，失败的有3个人，成功的有5人。少，快贴来，快贴来，哎，手下是啥？有啲 KV 啊。我下3你都吃了会失败吗？准哦。好了，哎呦，开始是没有？预备，开始。这不用快吧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佩萱慢慢来，佩萱慢慢来。哎呦！中秋也有一個好可愛哦！黑眼有眼，你的名字写太大了吧？好丑！慶祝要加拿節啦，哎呦，厲害老哦！年要來填呐。還有一團，慢慢來嘛。小康老師啊，故意把音樂做快哦。啊，加快版的。溜了一天呐，哎呦，完了一場以前要是下後就加速一號，哎家來福啊，走遠了一天呐。三类丝嘛，领P P 弦，哎，老师有新曲库了，很成功哎。你刚讲来了，我能骂你。怎么了？领 P 领 P 弦，领 P 弦，哦，辛苦哎，证明成功哎，很厉害哦。真的好适合你哦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粉墨登场，舞台上应该也可以这样玩啊。有，真的哈，成为你的一个新招。那两个按揪奖哎，按揪奖哦，你很适合做小丑嘞。揪奖哎，嘴巴很大，嘴巴很大。你是最美的小丑吗？哎呦，这成功嘞，成功，挑战成功。哎呀啊，就他赢了呢，对不对？李姐，哦，给你一个红包。你看福气形象，真的，到2就会按用。对啊，如果请你来玩，你可以吗？应该我有偶包，穿内裤是最大极限的。哦，真的，那已经比这还厉害了。真的，可以了。还要学穿宽哦。如果秋霞老师来写，没错，邱亚欣赏了一下哦，可能留到勾眼了，我们要压箱宝才可你不是下按斗，是给下球就好。球，给他卡的笔画太多了。哎，今天呢？完了啦，我们试看看。哎，蛤蟆。哎呦，你不要写蛤蟆啦，下呱呱就好。呱呱，小香老师在呱呱有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口红要怎么涂呢？随便涂。两个字。啊，彩色笔涂。你没有涂过口红啊？没有。你没有帮人家擦过口红哦？没有。不真龙。是哦。对啊。哦，不真龙。那应该有看过，你没吃过猪肉，有看过猪走路？有了哈。有啦。那应该会。阿嘎有看到给收示范的嘛？有啦哈。对吧？你知道嘴巴在哪里就不会错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们制作单位真的很不然太太凶了。刚刚哈，你们真的误会我们2个人。怎么了？对我们2个人哈，善尽生命的哈，为这家争。客家真正。我那麦丽德可不可以演那个罗密欧朱丽叶这样偶像型的？偶像型，我们2个其实搭起来也不错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等画完的时候看搭不搭，好不好？
那还没画还不知道没？黑吗？新的荧幕请你吃好来，计时60秒，要写瓜瓜。那张下去了。好来，预备，60秒。瓜瓜，好美哟！有呱呱的感觉，呱呱呱的感觉，像金鱼，像你欣赏它的鱼，我收音，都在吃墙壁啊。那是你好。就滚。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弹涂鱼。西语讲垃圾鱼啦。他有点想要来法式深吻的感觉，无限太 man 的欣赏。哎，几秒了？60秒哦。 30了。30了，瓜还没写完。对呀，尤老师。写歌那么厉害。老师就下去就好了。老师哟，只是我看不出来这是瓜。老师。9、8、还剩2只，2个，6只哦，请下去。之内。3、2、1。他写错。还有声音的，你还蛮该啊！老师不愧是音乐人，他的音效做得很好。口瓜瓜，然后这个叫复写。复点。原来就这样哟。哎，聊天全在哦。有，他这个都有糖豆嘞。尤老师，来讲，你要讲嘛个正经的法，我觉得都不正经，正经有点。姜头是姜的，屁钱。对。皮肉哦，所以我们就有罗密欧朱丽叶，凑一对。啊，有时候有过关吗？复写，没过关呢。没有过关啊。不能让老师。你刚刚3到4下出来呢。除了口红和等一下很姜呢。哎，你用啥洗那天眼都公主老怪耶。这里经常颁给谁摸有没有？真紧哈，送100啊，涂那个腮红油嘛。青蛙变王子的，给我们机会吧。有，下次给我们机会。没问题。我们2个搭配一定会创造不一样的收视率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没有红包，就没红包喽。谢。不公平的哈。这个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没变单，可是他声音做的好大，真的。下一个单元好像听说喊还不容易哦，很难哦。跳了高腰，好来，看一下单元。深免罚筒，看到免罚筒有吗？看到免罚筒哦，喊欢喜哦，没看到来听听哦。哎呦，来一遍。棉花糖，这位在动物园的，连续亮逼，连续亮撒荧幕情侣的同一样哦。所以2个今天要怎么样比呢？妇唱夫随。哦，就会那个领皮鞋。妇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？其实台起啊，我们大家听佩萱的歌声，应该都算是挑战。对啊，已经是挑战。所以你要有没有很唱歌诶？记唱歌诶，咁好，冇好咩冇办法。冇办法了，哎呀，老哥，跟你们起了2 V 啊？你们 OK 吗 ？OK 啊，没问题啊。90秒而已啦，我们忍耐一下。OK。90秒。哦，OK。快活的歌声就不会听完。哦，90秒以内他要吃几颗？哎，有的是2两。那个身体欣赏。冇简单哦。哎呦，脚要做多少用？看这个高度，你跳一就看啦。不容易。张艺兴上，我觉得你不要那么认真，你舌头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。青蛙吃东西都是用舌头捡回来的啦。要帮他装一个。一个不是挑啊。不是挑哈。对。身体欣赏你加油，我你要糖蒜你嘛，90秒呢。哦，按你90秒，剩5粒有判罚完什么？你要先预告一下。他想吃光会成功吗？站队一下，站队一下哈，你吃。来，嘉欣上知道吗？喂，
我现在最后一名呢，给个面子嘛。我们大家对动物界要人知。谢西哥时常讲，伊对于你的同好，你用啥平常说哦，谢谢。得0分的啊，这样镜头照不到你。怪图你勾了呀，多可怜啊！你看没有人要支持。某一次我们成功用认为你在失败。对啊。没有人啊。蒙眼嘞。老师。大家弄胸头挺爱穷啊，看起来像在烫手狗哦。我用3万啊就过去。你要用3万就过去啊？冇3万啊，没10度没，冇3万，我也10度啊。10度呀啊，还升落去嘛？升落去哦。跟棉花糖有靠过呀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同乡啊，好不好？好来，计时。90秒，90秒的时间，90秒，我剩5粒，好来，请佩萱唱歌了，好，耶！哎呦！开心的，一人挑都穿，那个吃多难用。哎呀，让我吃2张不点用哎。很难的，真的很难，真的。我爱同人同心同也要刚好配合这样，慢动作1，好像慢动作这样1，你来好了做唔得啦。他示范动作啦，慢动作。哦。他来分解动作。那挑一人时间是同时2个3码写。3码对啊，对呀。懂了，懂了吗？懂了哦。因为太大颗。我要太大颗。你又没？有人银行哎。哦，银行哎哦，阿公过期了啦。哈。跟3年前买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韩国这里董后是。哦，真的啊。董后是哈。那个总眼节也还有中秋节，跟总眼节的时间拿来拜拜。总眼节都半夜搬不这不简单。不要说挑战2个就好了。2个吗？弄给他。但哲伟说他可以3个。60秒以内。来吃到吼，我好是甜啦，自己在那边走出来嘛，我好是甜哦，不过我吃到我没做的白胃海哦，做得了，我吃宽了，吃宽了哈，吃宽了，好，跟他生一样，红包先给你，哦，可以，拿到红包。好来，那我们就看哲伟60秒，60秒，我吃3张。好，3张，走的 ，Are you okay? OK， No problem， 真的吗？耶，厉害。好，来，哲伟已经就定位了哈。加油啊！对，哲伟，报仇一下，报仇一下。少了一个装备，什么？青蛙装。他们是不同，我们不同种类，不同种类。来，我修炼比较多，我幻化成人形。他现在是青蛙王子，对，他青蛙王子。好，来，计时60秒哈，60秒是闪亮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你看，就是要用舌头。
强太点吞唔落啦，冇骗啦。哎，没给我一点嘟嘟，我给你点。声音。哎呦，差一点。哦。哎，世军，我觉得你有点那个作弊哦。你要放比较低给他。来啦，你改呀。两刀。再给停。厉害呢！哎呦，厉害嘞！厉害。47秒当中，哎，嘿，给他吃到3粒，哎呀，厉害！挑战成功！来，红包，来一个红包给你啊，恭喜！大观众注意去了，拿红包。我们年轻人还是要练习一下身体。对，来吃的因为哈。其他狗，对了吼是比较较好，比较安无啦，球对跟身高诶。没有身体会练呐。没关系。那看那个仰卧起坐桌案，跳可以跳那么高。你要给他给有人看一下手机都唔掉，给没想到谁啊？真的吗？系啊，来，邱强老师，齐国老师，两位下，好来，谢老师，来啊！我们这样子，哎，2位老师来，请就定位，好了，好。那扣人的事情。有，坐的，嘿。好，还有邱强老师一个提诱了。用你欣赏下你的规则，它宽松一点。哎，不给的喷气哈，转来时间12兆就好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以为弹回来。两跳啊。哦，骨头冇好，唔咩得上骨头我唔咩得上要槍嚟做嚟。对。16兆就好了，快哦。6兆。哎，邱下欣赏，我提过欣赏，慢一下。PK 快马上好了 PK 一下。哎，邱强老师，不要踩线了。你那个如果去参加奥运跳远，踩线就不算了。哎，邱下欣赏，你要想你自己是 S 腰，好不好？还有人想你还 Michael Jackson 跳舞，有一种用了还蛮快事啊，动作都预备好了。计时开始。哎高一下。来的有茶，哎呀，用心呐！哎呦！接下来不要拉他，哎，不要拉他，再吃一个，哎，不要拉他。杜思瑶呀！厉害！这样几秒？2颗是12秒，第3个冇酸，多拿1颗送你的了哈。是不易爆了呀。哦，2粒12秒。哎呀，你按你阮请奇怪先生。哎，阮奇怪先生挑战，好嘛？好，哎，来，2粒，韩春3粒。哎，看有办法。老師加油！12秒當中就剩2粒，按做樣機。好，好，我先噴氣哦，哈。好，每天都噴啊，佢講冇唔是噴，佢是沒做得啦，哈。好，我按你按用。好了，預備起。哎呦，哎呦，某人來請奇怪先生。哎呀，還有一張。耶！記到沒有？哎呦，你票數嘞，票數就 Q， 我就130紅包啦。对，中秋佳节嘛，对不对？红包大放送，好来。给村里长妹本谢奇国老师后来啦。挑战成功。一傻傻。有好什么？不省离呀。有好什么？挑食哎呀。来，蛮好吃的，来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呀，又高又深，系咪？好，安尼一只单元又结束了哈。哎，结束了，进行下一个单元。下一个单元，来，看好了，各位。哦。单元躲躲快闪王。哦，躲避球。哎，我到躲避球。躲避球。哎，那怎么丢？要躲避球，冇简单。我们要丢这2位前辈。冇可能哪有可能？2尊神佛，我们怎么可以打呢？当然是打关主啊！第6场挑战战了哈，哎，也迷你会演唱留情。山顶黑狗兄，80秒的时间，哎，你2位欣赏呢，奇怪欣赏，秋华欣赏呢，就在80秒底部都用躲避球丢中我们08次，把人冲过，还要不给你打
拔就抽了。你就站在中间。哎，给董冲狗，给这里挺同啦。哎，给这里挺同啦。闪那个躲避球嘛。哦，躲避球很低嘛。我知道，你要自己要，你要边唱边躲。对，8次哦。有办法吗？冇問題啦，冇問題，你要他車了，冇按後打。幾分叫？你不要說我沒那麼好打。幾分叫子哦？挨會啊！叫的聲音都是這樣啊。我覺得好了，好，各就各位了。大家還是要站隊。我們要選嗎？要，先 Q 一下，預測一下。先站一下哈，我覺得一定是。哎，等一下是老師挑戰成功或失敗哎。對啊，兩位老師，用力欣賞會挑戰照，老師會打到他嗎？一定打得到的。對。哎呦，有你吃了8次呢。老師，你們假不要打到我嘛，讓我唱一下。 80秒哎，80秒，這樣我腦部很其實幾率蠻高的哦。我有跟你講，撿完球之後，然後再蹲下去，再起來，已經5秒了。除非哎，你要聽老經驗就搶一個欣賞嗰邊得過來，因為西拉贏較準，西摩贏較準。哎，某一天哦，球啊欣賞沒手球隊的呢？哎，你講真的老經驗。nham球誒，哦，真的哦，真的，這個聽nham球飲啊，你做唱米林來創國誒，從80秒，兩位安尼哈國寶級的欣賞來得球誒，好唔好？好來，預備，計時開始。哦，閃掉嘍！哦，是有，米林會記得創國誒，唱歌誒，佢還有球誒，三年的好高呀，你不能只注意這邊啊，後面也有嘞。哎呦！就不能讓我好好唱歌嗎？真的哦，真的不能。我們節目不是這種風格。這首歌你有練得很好嗎？我因為上次唱破音，我回家有認真練。真的。然後我還以為可以好好的唱，結果我剛好我不知道在唱什麼。會跳起。欣賞咩清澈的？對啊，你被丟的人那麼喘，丟的人也很喘。真的。我剛剛已經差不多就要跑完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講，我們這空間哦，用 C 啦。你如果真的大一點，真的不好丟。真給，對，真給。啊，那這樣算挑戰成功嗎？挑戰成功哦。哎呦，恭喜啊！來，紅包，哎呦，喊火哦，來，恭喜！你輸了，最後了，沒關係啊，就剩這一些。哦，太極把 Q 哈了，一起來 PK 好。好，我把紅包送出去。男生跟女生分開一起 PK。真的嗎？可以，招待。我們語力爆棚一下。要不要最後玩一下啊？我怕你們睡着了哈。不會。好了，對，最後來他們互相 PK 一下。哎，來，分一下。好來，5位男生站在中間，好不好？沒有羅哥啊，沒有羅哥，我可以加入嗎？這樣不公平吧？那我們是要進去。對，不行，羅哥，好來，來，站中間，好，來，你不要想要丟我。開始計時，開始。羅哥出局。
紧张子君。没有，来等一下，好，球拿了，好了，球拿好 ，OK， 好。第三招，紧张太难了吧？哎，你不要去接他，好，接到也可以哈。6-1还是6-3？等一下，回去。哦，你提到你还毕业，加油！耶！接着就走。哎呀，杀球！可以接到没事啊，没有掉下来 ，OK。哎呦！好险！佩轩很凶哎。哎呦！大家都没有啊！哎呦，赵明星在体力很好，厉害！我中奖啊！还有个彭世军啊，他这个彭世军也站太场边了嘛。啊！摄影机哦！又 Q 了嘞！保龄球的。最后一个，世军一个。纯你傻。加油！哎呦，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。哎，丢啊！你丢老师干什么？老师，你不要讲。你们现在是在练抛接？摄影大哥危险！不要再丢给我了！你接一个球应该救一个回去的。哎，对啊，太累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没有，我们没有。好了。佩轩，原来丢的人也很累。那个摄影大哥是有得罪你，你一直往他那边丢，还是你想认识人家？哦，哎呦，几多秒？1分53秒。1分53。好，谁会出一个成绩？好，安尼算厉害了哈。53秒。好，安尼攻守交换，来换女生站中间，男生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很喘包含我吗？那边不是世军，你不要在那边。有包含我吗？有，我刚就进去玩了啊。对啊，罗哥也要来啊。我要吗？罗哥，你们站开一点，我站这边。来了，看了你们，可恶！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。你休想！罗哥。怎么了？哎，中了！罗哥。OK。差一点点。球。哪边？这颗好来，好，再来。罗友加油，什么？厉害！中！好了，这个球，好。接到。哎呦！尖叫！快了，剩一个。加油，龙先生加油！晨晨加油！策略成功。一轮，策略成功。躲避球。我们男生几秒？51秒。恭喜男生啊！你泄恨啊！狗公，你再买去冲！对啊！赶快加怎样8分？你。蹦！啊，等下，狗公。會痛我，聲音哦。好，安尼根本耶。預測前2名有6名。對啊，這2位是佩軒，還有謝謝。你的獎品，他們是獎品。哎呦，有獎品啊！哎，文丹。哦。來，恭喜你文丹！中秋節快樂！P姐也是今天 MVP 啊！哦。好了，那最输的预測家是誰呢？哎呀，即將公布。我們呱劉少奇。進處罰，我們也是有懲罰的。來，
帽子麻烦拿一下。不要再制作单臂正经哦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戴这个帽子要怎么惩罚？你知道吗，老师？啊？你知道吗？没有戴过的。戴帽哎，戴帽哎。小学生的帽子，我跟你讲，帽有点戴。他是这样戴。那小学生戴帽哎。他是这样戴。就这样，对，不太大。然后这样子拉，不是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的惩罚就会按钮。你要有这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会痛对啊。很痛哦，好痛哦，这很痛哎！你聊到节目真的处罚还是来真的？做节目就要做到极致，对吧？这样好看嘛，对不对？换他来，不会哦，没做对了哈，企划形象当做的有。换谁？罗哥。你不会给我搞骂了啦？你跟他登满都按错。打和谐，抓到嘛！杨叔嘛，前台嘛，大名嘛，痛你嘛！哦，打和谐，大家真是有仇报仇哎！哇，真的好痛哦！有痛哦！吃到正经，应该球有点重。对，扯平了。哦，呀，没事哦。你用钱给他。我们要怜香惜玉啊！好，扯平，好不好？扯平啊！一团和气，中秋佳节嘛，大家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有欢喜嘛？欢喜啊！哎呀。俺的节目当中哦，已经开始报名要创国的啦，哎呀，所以好创国的朋友，加的报名，大家浪667郎，浪6郎，纯真天发，浪11777，办130米。多谢大家收看哦，也你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快乐，新年健康哦，一切顺利哦。谢谢小康老师，谢谢小康老师，精彩的90秒，是萌萌最的欣赏。对啊，今天咱们共同们中秋节快乐！好，你们忘记了，应该做是10块的老年大擂台，老年中哈罗，拜拜。这时间的最后天的眼波，伊全都是错误。彼桥公然绝对顺流，看到东东因的冲山沟，山沟用百错，爱全无敌，只会一一哦哦天最美。眼泪山沟比赛传千里，QQ 18条。亲相依，天真一类从山沟，仗义一时同风浪，谁来恩死钢铁，谁为恩死之步，天真一类从山沟，对半让。冲到天空，台上唱出心底话，祈求一夜平安过。哎呀，落地嗨，嘿呀，落地嘿，嘿呀，落地嘿哟，哎呀，落地嗨。阿婆讲天穿一黑模样，脸上不甜的公路，两人下家人跳路走，丝毫归隐了冲山沟。你这该天吧，拿出来破，天是我永不天过，又走我走，聊到天春沟。
有虫莫穿，总为了天春。天生一来冲三个，长夜你是头分了，谁来恩是甘甜，谁没恩是吉布。天生一来冲三个，对半รา冲到天宫，台上冲出新的梦。祈求人间平安歌，天生一来冲三个，长夜已是头分了，谁来恩是甘甜，谁没恩是吉布。天生一来冲三个，对半รา冲到天宫。台上冲出新的梦，祈求今年平安歌。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嗨呀落地嗨，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嗨呀落地嗨，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。嘿呀落地嘿哟，嗨呀落地嗨，嗨呀落地嗨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哟，嗨呀落地嗨。